后来乡亲啊，明仔载阁要变天咯，东北风吹到位，北台湾受到这波冷空气的影响，低温会落降到20度以下。拜五卖开始来落雨，尤其是东半部沿海空旷地区，将会出现到9级到11级的强阵风。咱的乡亲拜六礼拜若要出去佚佗，这个外套爱炸，雨伞嘛爱炸。 天色真乌，搁吹凉风，日秋了后变甲较凉，爱甲温暖的天气讲拜拜。这礼拜四开始，一直到拜六礼拜，10月21到24号天气转凉，因为东北风增强，恐惊搁会变湿凉的天气。 而明天开始，东北风增强，迎风面的温度就会逐渐的下降。拜五到礼拜天这段时间，20度到大概23度出头哦，比较容易持续有降雨，所以北台湾、北部、东北部地区湿凉的感受会比较持续。 气象局估计，刷落来这摆温度会降真济，包括基隆、北海岸、大台北和东半部地区，这两天高温拢有27到29度，气温真好。中南部高温嘛有31度左右，不过拜四开始，北台湾上低温可能敢若剩19度，中部和花莲地区是20到21度，南部和台东会降到22到23度，尤其拜五更有可能会落雨。拜五 到礼拜6日周末这段期间，除了东北季风的影响之外，也有华南云雨区通过台湾上空，在北部、东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会比较持续，尤其是在宜兰、北海岸以及大台北的山区，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。这摆东北风嘛影响东半部、恒春半岛，还有沿海地区，恐惊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，去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。未来这几天嘛会记得加贴几领衫，避免去刮到。